宝贝，宝贝，嗯，对啊，我回来了，我没有喝酒啊，怎么可能喝酒啊？我我就是有一点点啊，一点点的，嗯嗯嗯，老婆，我我我怎么在床上的啊？啊嘴巴好干啊！嗯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发烧了。那那那还真不妙哎，还要你照顾我的，真是费心了。我亲爱的老婆，那个，我我发烧了啊，那那有几度哦？严重吗？我可不希望明天不能上班的啊，要要不然就没有钱了。没有钱，我我怎么养你啊？什么？你养我？你养我？你怎么养我啊？啊？你天天自己花费一下还可以的，要是说养我的话，哎，那是不是我们都得饿死啊？好了好了，你跟我说一下嘛，我现在几度？虽然说啊，就单单没有力气了。什么？39度啊？这也太高了吧？才没有啊！我这么乖的，我怎么可能在公司里面没有保暖？是不是啊？再说了，公司里面明明有供暖的，我再加上我的衣服，怎么可能？哦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好像是今天中午的时候，那段时间都是啊，我没有穿衣服，因为那个时候快递到了，然后我就着急，就跑出去，嗯，就就忘记穿衣服了。那也就那一会儿啊。哦，对啊，说起这个，我，哦对，在这里，我这个东西要送给你的。我当时看你留意了那么久，就想着，嗯，这个东西应该很喜欢，然后我就买下来了。这这这不是什么那个私房钱啊，我哪有私房钱啊？你别生气啊，就算有，也不会花那个钱给你买的，这个是公司的奖金啊。好了啦，哎，我送给你礼物，你还嘟着嘴巴，你还不哄哄我啊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才不要你的哄呢！哎呀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是病人哎，我任性一点不可以啊？真的是，哎，光让你这样子哄我也没有什么意思哦。
过来吧，把你的脸伸过来。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那就是我的事情了。快点！哎，我都这样子了，我怎么可能再吃掉你嘛，对不对？还过来了。这样就对了。哇，哎，你今天香水好香啊！我真的是那么远距离都没有闻到啊，现在还好。好了啦，知道了。这件事情呢，一定要在你不知不觉，嘿嘿，已经完成了。对啊，我就是想要亲你一下。怎么了？哼，这叫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叫做吃亏啊？啊，就我亲你，你不亲我，不舒服啊？那你也来亲一下，快点，快点嘛！要亲脸上，知不知道啊？最好是同个位置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不原谅你了。哦，我要亲嘛，快点！怎么回事的嘛？这都不答应我？哼！好了啦，快点！嘿嘿，啊，太棒了！哎，没什么了，我只是突然想到一个故事，我想跟你说一说，特别感人。我突然就想到了，就有点想叹气。是这样子的，从前呢，有一对夫妻，这对夫妻非常非常相爱。然后啊，这个丈夫啊，突然之间就那什么，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发烧了，没有力气，39度的温度哦。他妻子呢，无微不至的，对不对？特别特别贤惠。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一点哦，她丈夫跟她说我现在都生病了，我想要亲亲，最好啊就亲在脸上，一个就好。嘿嘿，你猜怎么着啊？他妻子不光光亲了一个哦，后面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就一直亲下去了。亲到最后，那男的身体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呀，这个故事是不是特别感人啊？啊，不感人？快点，继续亲我呀！讲了这么多，你还不亲我的？我现在是生病的呀。哦，是吗？生病的人不会这么用力讲话的。哦，那这样子呢？我生病了，我要亲亲。嘿嘿，来这里。什么样的贪得无厌啊？喂，还不是你亲我特别甜啊？不然的话，换做其他女人，我要她亲一个，已经是给她面子了。什么呀？没有其他女人，那个，你帮我去烧壶水吧。我等下要吃药的嘛，好不好？没有其他女人的事情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快点，爱你哦，啾咪。哎，快点，给朕出去烧水。我错了，你就去嘛。真的是。哎，等等，我告诉你哦，现在这时间你去烧水，是我特别允许你离开我的一小会儿哦。以后啊，不准再离开了，知不知道？
什么叫做老夫老妻都腻歪死啊？快去吧。唉，虽然说是我答应的，让他离开我一会儿，但是老婆走了，还是好难受。真的是，厕所明明这么远，他去灌水，还要去烧水，又是一大堆时间啊。哦，对了，我的药在哪里哦？算了，等回来再说吧。哎呦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还不回来，再不回来我要睡着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事情啊？谁啊？啊，你回来了，你回来了。什么叫做我像傻子一样？我等你多久了？你算算，现在几点啊？哎呦，手机呢？哦，你去买了药？为什么要去买药？家里没有啊？是这样啊。这是什么？口服液，这个很苦哎，为什么要用这种东西给我吃啊？我只是发烧，发烧不用这种东西的。跟你说，这个是咳嗽才吃的了。我没有咳嗽，这不是咳嗽。嘘，我不吃了，不，我真的要吃吗？好了，你看他吸不出来的，吸不出来也吃，这。好了，啊，吃好了，嘿嘿嘿嘿，不苦，嘿嘿嘿，开心了吧？嘿嘿嘿，所以要不要吃一下？怎么吃？哎，拿过来。哎呀，我也给你搓一瓶，你喝一喝。不要，那就要浪费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喝掉？我才不要嘞！我多喝不行，不行的，不喝了好不好？我们把它丢掉吧。我们睡觉觉，这个药就不喝。真的要喝吗？这个药不好喝的。我一定要喝吗？好吧。哼，在这之前，我要念一首诗，赠予我的老婆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这是一句
不复返。老婆，现在啊，都10点了，咱们是不是该睡觉了？是吗？你要去洗澡啊？好啊好啊，那我等你回来。嘿嘿，等他不在，我现在可以玩会手机了。嘿嘿。什么？我没有啊，我怎么可能在玩手机啊？你想多了啊，真的是。微笑着面对他。啊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洗得这么快吗？啊，你想起来，你之前洗过了吗？啊，这样子啊。那蛮好的，我们睡觉吧。啊，来，把老婆放进怀里。很香哎。老婆，咱们是不是要算一下账了？什么账？我和你之间就没有账了吗？虽然是夫妻哈，但俗话讲得好，亲兄弟都明算账，亲老婆怎么就不能明算账了？啊，你刚才为了我喝2瓶药啊？之前你在外面，我在床里面，我不好来教训你，但是现在你在我怀里，我是不是可以算个账了呢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小猫咪，我告诉你，我超凶的。你现在在我怀里面，我跟你凶，你真的没办法了。真的，哎，这是意外啊！你还是在我怀里的，我还是有可以教训你的把柄的。你现在亲我，知道没有？亲我，知道没有？哼，偏要我这样子，快点！就一个啊？那这边也来一个。还要？算了，没意思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老公我舌头真的好苦的，然后你还不让我看视频，这很惨欸。算了，我今天身体不好，是你照顾我的，所以虽然我们老夫老妻了，我还是想对你说一句，我爱你。所以乖乖的在我怀里做一辈子小猫咪好不好？小傻瓜，我害你谁跟谁啊？唉，睡吧，宝贝。跟你讲，明天
我一定会让你吃到我的药的。傻瓜，快睡吧，晚安了，爱你。baby 啊，这支音频就要结束了，你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我哦。哦，对了，小九有个 QQ 群哦，要不要加一下？加嘛，好不好？你加了吗？